再講多一次，第一，手機用耐咗，聲音越來越細，俾啲灰塵塞住咗，食嗰個香口膠用力咁去按落去，咁你黐翻開嚟呢，灰塵吸翻出嚟，佢聲音就同新手機一樣啦。第二，燒水壺，你用一段時間就會有厚厚嘅水垢，至少要放2片生薑，一個雞蛋殼，再添加一啲白醋，加入清水，然後將水燒滾之後，你再用上10年都唔會有水垢噶啦。第三，你用個殼用熱水燙一燙，放少少油，打咗一個雞蛋，放喺水面燙一燙，又圓又大個荷包蛋就做好咗啦。第四，如果要搭車暈車嘅朋友，你就買一張止熱貼，滴一滴風油精貼喺你個左手手腕中間，嗱，你坐咩車都唔會暈車噶啦。第五，屋企有冰箱，你碗入邊放啲茶葉，倒啲白酒，再倒一啲小蘇打，再嚟一啲白醋，加入溫水，放喺冰箱，第二日你打開冰箱，嗰啲異味完全消失晒。如果呢個視頻你擔心記唔住，你就點讚收藏啊！抖音。